台北市卫生局今仔公布去年113年违规广告的情形，食品、药品、佮化妆品等违规广告是罚款669件，罚7588万哦。其中是以食品违规的广告460件，罚款5000多万上济。就是这种拉贝精粹饮，业者讲应利用汉方萃取精华达到乱用子宫、有防子宫提早老化这疗效，看效医疗效能，违反是案犯，互台北市卫生局开罚。这是去年食品违规广告累计再罚上济产品，去年总共处分18件，再罚金额高达694万。就会让民众误以为，就是说，它这个拉贝精粹饮就可以改善身体因为寒凉而导致的一些雌激素的问题月经周期失调、经期症候群，改善不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去年113年违规广告查证，食品广告上济有460件，总共罚5204万。第二是药品、医疗器材有37件，1340万；化妆品有172件，1044万。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食品广告当中，用讲提悬免疫类的是占第一个，第二是减肥散心类，还有皮肤美容类。预防癌症、清肺止咳化痰、治失眠、治疗泌尿道感染、或者什么强筋壮阳等词句呢，就涉及到医疗效能。卫生局表示，一般市民商买食品，敢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甲热量，无有提升免疫力、减肥散心等，看下改变身体外观功效，佫无法度达到预防改善或者是预防疾病这医疗效能。提醒民众买之前，一定要停看听，冷静思考是毋是有帮助。详细看包装的资讯，佫请教医师这专业人员的建议，才袂开钱，佫无效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